其實我哋壓力咧工作上面嘅來源咧，主要咧係分開咗5大點嘅。呢一個咧亦都係導致咧喺個職場上面咧產生壓力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我相信大家都理解到壓力會導致生理同埋心理上面造成不同嘅影響。咁我舉個例子啦，例如一啲頭痛啦、一啲腸胃嘅問題啦，甚至可能一啲失眠嘅狀況啦。咁關於呢啲情況咧，咁我就唔太仔細咁樣去分享啦。咁我相信大家咧喺其他渠道裏面咧都可以獲得呢一方面嘅資訊。接下來我好想分享咧就係關於心理上面影響。嗱，首先咧心理上面有啲乜嘢影響咧？首先第一，大家有冇聽過射波呢個字咧？又或者曾經自己都經常性做緊呢樣動作係咪？咁啊，大家都唔好忽視呢一樣嘢喎。咁啊，射波呢一樣嘢咧，其實喺我哋心理學裏面咧有個專業嘅講法咧，我哋嘅就叫做咧 absenteeism， 即係缺勤曠工嘅意思。咁嘅意思係點嚟嘅咧？咁其實咧就係講緊咧，其實你係冇唔舒服嘅。你嗰種唔舒服咧，係會因為咧一啲壓力而造成，令到你係好抗拒返工啦，或者而嗰種壓力而導致你一啲少少嘅心理毛病出現，而導致咧你會選擇去唔返工啦咁樣。咁所以我哋俗稱就叫射波啦。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叫做absenteeism 曠工嘅情況。全邁進係你嘅情緒出口。